積少成多係一個好習慣，咁係唔係話少就做唔成事呢？係咪一定要多先至做到事呢？喺上帝嘅國度裏面，唔使等到多嘅地步先至有所作為嘅，因為上帝唔淨只係細小嘅事情上做大事，佢更加係細小中做獨特同奇妙莫測嘅事。啟示錄3章8節提到非拉鐵非教會，係被主耶穌稱讚嘅2間教會其中嘅一間。我知道你有一點力量，也遵守我的道，沒有否認我的名。原來主耶穌最鍾意我哋照住佢嘅吩咐嚟到做人處事，只有一啲力量都照住佢嘅吩咐嚟到做。除咗得到主耶穌稱讚之外，並且榮耀主名。約翰福音14章21節記載，天父同主耶穌唔單止喜愛嗰啲遵守主耶穌吩咐嘅人，主耶穌更加要同佢哋保持密切嘅關係。基督徒啊，主耶穌為我哋預備嘅真正滿足同快樂嘅人生就在此啦。有一啲力量都遵守主耶穌嘅吩咐嚟到做人處事，實在係超值有餘㗎。